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我身邊咧好多朋友都中意素食嘅，嗱呢兩個產品就值得推介俾大家啦。佢就係素味無窮嘅素食料理方便包，係港風環球美食嘅王牌產品嚟嘅。呢兩個方便包咧有兩個口味嘅，分別就係秘製素豬腳薑啦，同埋呢一個就係傳統素味肉骨茶，係馬來西亞製造嘅。而且佢冇防腐劑，亦都冇味精，非常之健康㗎。仲有方法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將裏邊嘅錫紙袋拎出嚟，浸熱水5分鐘，又或者浸喺水裏邊加熱3分鐘，咁就食得㗎啦。啱晒平時工作繁忙嘅你啦。平時佢嘅市場價咧係58蚊一盒嘅，今次我哋健康博覽優惠價一套2盒110蚊。如果想買多啲，可以再平啲嘅，一套6盒300蚊啫。所以絕對值得推介㗎，記得約定你哋到時 C08 攤位見。素味無窮，素食料理方便包，市場價每包58蚊，健康博覽優惠價2包特價110蚊，6盒總共300蚊，快啲嚟了解下啦！